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过去适时先问一句话咧，讲关金易感古，无古不成金。有当着啊30年前的报纸，你甲摕出来看，你就发觉讲，哇，原来伊咧预测讲30年后会安怎发展，无影无价。过去药拢无准啦。啊，毋过国情今日吼，找到一本1956年的歌册，德林朱局所印的《宝岛新台湾歌》。内底咧讲男女平等的代志，印证讲经过一架子了后，确实有影安尼伫咧实施。来4句人，伊内底伫咧写讲，以前查某无路用，平平一个算半丁，比较现代的女性，煞比查甫较才情。旧时查某无底看，现代女人做大官，公务人员顶一半。观音较悬大屯山，讲到这个4句人，这是已经1956年所编哦。不过时代的变迁有影无？确实都有影哩。较早咱知影讲吼，若庙里伫咧扣丁钱，恁兜规丁规口，查某会算半丁。这古早的咱拢知。不过即马无共安尼，公务人员顶一半。唔知影讲吼，有一天，莫讲查某伫咧做总统啦。台湾人经过半世纪。有才调家己选总统，佮选出女性的总统，这句4句人来印证就哈。唔只尾啊，迄句讲观音较悬大屯山，实在讲，你凊彩人咧看嘛，知影讲大屯山加足悬的。唔过这是啥？这是偏4句人的人一种的比拼，意思就是表示讲观音山女性即马比查甫的大屯山无较输就对啊。啊，过来吼，讲了真有讲近来男女真平等。剪发留卡才文明，研究电发真好用，砖头化妆几分钟，社会教育头一项，文化进步会惊人，旧式制度渐开放，改革留卡加头章。咱嘛知影这句留卡就是过去白卡卡背甲留条，清朝时代人咧讲会讲。会北才是娘，无北就唔正样。时代变化啦，1956年就有这个4句人咧讲，即马真侪女性研究电发真好用，头毛电脑甲查甫完全拢相像。半世纪之前所讲的7字啊，即马重新来甲看，社会确实有进步、有平等、有文明，咱读着嘛感觉真欢喜、真趣味。